高雄发生 BA.5 群组感染事件，就专家表示，若是 BA.5 真正伫社区内面传开来，可能会互咱8月疫情可能再加悬一日增加3万例。另外，指挥中心表示，会当透过着本土病例列出 BA.5 比例含确诊人数敢有正悬，来判断这款变种病毒株敢是拖入去社区啊。 南部昨春手 BA.5 的群组感染，25累积10几人，26个增加新案例，其中2例是再次感染，4个人的 CT 值伫28到36之间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目前认为感染源头遵守的可能性较悬，不过敢是最近感染，搁爱定数。那因为这一波整个船厂里面跟家人这边验到的个案的 CT 值都是以偏高的部分为主，虽然说还是有找到几位 CT 值小于30的，不过定序上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快速哈，所以需要再花一点时间做，可能还要再1、2天的时间。就惊新型病毒 BA.5 可能是社区感染的征兆。台大公卫所教授陈秀熙嘛，伫新型 BA.4 甲 BA.5 威胁防疫新思维的记者会表示看法。伊认为，若变异株无流行，8月中确诊人数可能会当降到单日1万例以下，那拖起来单日可能上最到3万左右。 目前来讲，台湾是少数国家，目前比例小于20%。算随着时间，当然比例会慢慢增加。不过到达50%，对于点4、点5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。这个时间大概是在8月15号到8月这个底中间。 对专家预测，指挥中心表示，敢会10万例较歹估计，会参考的点是目前疫情向下，但未来若本土案例定数结果BA.5比例变悬，10万可能就是真的。虽然多数无症状嘛是轻症，但专家建议，幼囝佮危险族群爱注追加剂，个人疫苗注射筒的比率有70%，过来的BA.5应该袂阁亲像6月份，遐尔严重。记者台北高雄综合报道。